后你的启明学校甲爬远的学校的宿舍改造做实习商场，号名号做小光点食堂，提供予身心障碍的学生一个就业的新舞台。穿工作服，这阵新种的同学伫店长的指导下，学要怎布置。后里区启明学校特别将无人伫大的宿舍结合校外资源，重新改造变成实习的商场，并且号名叫小光点食堂，举办开幕营运。学生在这个地方可以激发出他的一个学习动力，也能够看到自己哪个地方还要再加强的地方。环境正清幽，校方表示讲，这个空间卖当作为表演的舞台，提供予新疆学生有更加多元的发展。这个我蛮喜欢的，以后我毕业后想要来这里工作，因为这里比较有安全感。校方表示讲，过去因为校外实习的场所拢有真侪限制，对着新疆学生的训练来讲真不方便。即马这学生有发挥的舞台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